对，我来整一个。我到给你整。哦，对。哎，长官，你怎么整一个我？有那个青山地。哦，对。还有两位这个，可以这个。哦。有啦，我现在在那里。哦。哦，这个对。台南永康哦，永康的。哈哈哈。哦，还去找他。你说我们走。前面考上，走地址第一个到了上。那个没有这个前线所有请，等一下，等那个。
要别人别本事，你跟前人去。刚才跑的。各单位青少人才所组成，理解上圣贤先佛，写作之道科为主。
欣赏于立委生活各班次活动中演出，分别由李志辉老师、安彦启辉老师、杨启涵老师